秀林乡太鲁阁族猎人协会于108年8月31日在水源村村办公处办理第一场部落说明会。秀林乡乡公所秘书胡孝明、水源村村长洪云辉、部落事务组长林清水皆到场参与活动。秀林乡乡长王玫瑰表示，乡公所身为太鲁阁族文化领航的角色，多年来致力于文化保存与文化教育，其中猎人文化一直是族群复振与延续的重要环节之一。期待太鲁阁族猎人协会成立后，能带动族人展现民族自治的决心。蛮悲哀的，明明是我们最神圣的传统，到了这个时代，变成是好像违法行为。猎人协会部落说明会分别于水源、秀林、景美、嘉明、富士及同门村办理说明，预计于10月份办理会员成立大会。期待协会成立后，不仅能够重新发扬太鲁阁族祖先的山林智慧，也能够争取到太鲁阁族对传统领域自主管理的基本权益。秀林乡公所徐明 Miki 报道。